对中央到地方对着传统市集的辅导甲改造，拢持续有科学变革。其中台南100年文化当菜市上多的难得，主要是经济部推动计划10年来第一摆有出现5星市集，嘛是中南部唯一有5星变革的单位，嘛互本身卖戏园的驻地会长相当骄傲，希望持续改造，借出去少年族群，带动观光人潮。整个阮东海市吼，伊目前是东个南市市场所有吼，5星的名摊吼是上悬的啊，上济大，所以嘛整个带动大家改进啦。因为大家拢看会当看，看讲哎哟，大家拢5星后4星啦，所以有人个就讲啊，我嘛要来改造，我嘛改型。所以整个来市场来讲吼，对这消费者来讲，伊种渐渐吸引到这少年的。因为老的渐渐吼，拢无法度去菜市啊了吼，渐渐阮的消费者、消费群一定要专对这少年的。啊，你若有咧改造，人拢会来当菜市看，因为阮东海市是4级品牌市场嘛，所以你若来到火车头落车，人来观光嘛，拢加减的来带动到这消费群啊。所以对阮东海台南市的当菜市来讲，是真正好有一个帮助啦。传统市场伫疫情期间引进宅配加网络订单，加上无用现金的消费，除了互单位的经营大转型，嘛互市场感受到危机变成转机。所以会长强调，配合政府改造方向一定要改变。所以这转型是真好，一定要转型，因为阮目前吼，阮市场才有第2代、第3代在传承啊。所以吼，咱拢会对网络啦、对网络传承啊、对网络行销啦，阮做目前嘛当阮有迄接口支付啦，啥足济大家拢会当，毋免得一定要炸现金的当开始买，只要你有手机啊，就当来买。所以这转型是真好，对现代化来讲，少年啊是真正足方便的啊。疫情以后，为了振兴传统市场的商机，台南市嘛不断推出促销活动，吸引少年消费者的眼光。希望共同完成一场属于家己心中的市场米其林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